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9月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新能源汽车。随着各上市的新能源汽车车企公布2025年半年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目前新能源汽车行业是什么样一个现状？大家都知道新能源汽车在国内那是非常卷到了极致。上半年主管部门对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内卷。还有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对吧？这个上下游供应链的结算账期等等都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这个措施。那这些有没有效果？反映到这些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它的报表、它的产量、它的销量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们以这个比亚迪为例这个财新网报道比亚迪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 23.3%， 研发费用激增拖累利润增速。咱们这个节目这一期只是借着比亚迪来聊这个新能源汽车，并不是特指针对比亚迪。比亚迪它是头部车企就像恒大一样的。聊恒大是为了聊房地产，聊比亚迪也是为了聊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一个现状。它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个比亚迪业绩增速在2025年上半年略有放缓。8月29日晚间披露的中报显示，比亚迪在上半年录得营收3713亿元，同比增长 23.3%， 规模净利润155亿元，同比增长 13.8%。 你这么一看，你看不出个啥出来。上半年分成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把它拆开看，就发现问题了。一季度比亚迪的营收、规模净利润1704亿元和92亿元，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36.4% 和 100.4%， 也就是一季度它这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么二季度单季呢，这么一算的话，比亚迪的营收同比增速降至 14%， 规模净利润同比下滑接近30%。也就是说，在比亚迪的财报上面形成了个一季度的一个高点，二季度就是拐头向下，无论是营收还是利润都在下降。上半年比亚迪营业成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同比均有所上涨，但增加最明显的是研发费用。期内，比亚迪研发费用296亿元，同比增加近100亿元，增幅超过50%。这是比亚迪的半年报那么以8月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来说比亚迪8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是 37.36 万辆，这个稳坐行业的头把交椅。但是它这个 37.36 万辆跟去年8月份基本上已经持平了，也就是跟去年同期相比没有了增速。就是从销量来看8月份跟去年比没有什么增长，这个显示对这个比亚迪是一种挑战呢。高速奔驰的列车速度降下来了。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它有一篇报道他说受国内电动车市场内卷冲击，比亚迪季度利润3年来首次下滑。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公告季度利润3年多来首次下滑，公司股价星期一就是9月1号在深圳和香港两市大跌，在港上市的股票开盘重挫 8%， 创5月底以来最大单日百分比跌幅，也就是比亚迪的业绩不及预期。受访学者分析，股价下挫表明比亚迪业绩可能遭遇中国汽车行业激烈价格战冲击。投资者担忧公司股价过去数年高歌猛进的势头可能面临拐点，预计头部车企将加速开拓海外市场，对冲国内市场饱和内卷的负面影响。比亚迪第二季业绩下滑，实质中国汽车行业停止价格战遥遥无期。官方6月呼吁车企避免恶性竞争，但收效甚微。前20大汽车品牌7月维持加大或仅小幅缩小折扣力度。你比如说特斯拉吧，这个特斯拉8月份开始在华销售 Model 3长续航后轮驱动版车型，这个刚发售1个月，马上降价1万，现在价格不到26万。你这一降价，那别的车企不降价它卖不掉只能跟着降价。5月底大幅降价的比亚迪，7月对折扣的调整微乎其微，平均折扣率仅从6月的 7.9% 降至 7.5%。比亚迪近80%销量仍来自中国市场，也就是国内市场不仅7月在华销量连续第3个月下滑，产量也出现17个月来首次下降，产销都在下降。
所以8月份啊已经降到跟去年8月差不多了。也就是你可以看到啊，整个比亚迪无论是利润、销售、销量还是它的产量都是见顶回落。这个怎么说呢？对资金链紧绷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啊，这就好比本来啊8个缸5个盖子，对吧？你捂的速度够快啊，你好像哪个缸都被你盖住了。现在速度慢下来了，你捂的速度越来越慢，体力不支了，你就发现总有一个缸你盖不上。你看，这就是一旦见顶回落，以前隐藏在高周转下的一些矛盾呢，就要浮出水面。他的文章说啊，除了价格战，比亚迪也面临市场份额被蚕食的挑战。小鹏汽车等规模较小的中国电动车新锐正通过主打低价车型猛增销量。小鹏汽车周一公布，今年迄今交付量为271615辆，是去年前8个月销量的3倍以上。随着新锐精品汽车品牌的加速崛起，比亚迪今年交付550万辆的目标可能落空。说截至7月底，仅售249万辆，未达目标一半，也就是今年的计划完不成了。这个恐怕也是多少年来啊第一次。就是说，比亚迪作为头部车企，它面临着这些其他的车企啊，叫群狼战术啊，对吧？你说吉利专攻这个比亚迪的下三路，就是低端车，对吧？什么理想还有什么，那也专攻它的上三路，高端车，中间也有什么小米什么，总之啊，每个人都要上来咬一口。所以说，作为头部车企，压力是非常大的。不仅有特斯拉这样的对手，还有国内的这些，对吧？要分食、蚕食你的市场，你稍有不慎呢，这个是很累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比如说比亚迪搞出一款热门车型，对吧？价格就10万，性价比非常好，那人家马上就超啊，现在很快的。完了，在你的基础上超的比你还好一点，冰箱比你搞的功率更大一点，对吧？那个屏幕再大一点，椅子再舒服一点，你的优势就没了。本来这个车型是主打车型，准备畅销的、拉销量的，结果被别人截胡，就是这么一个内卷嘛。因为新能源汽车就是超嘛，对吧？所谓的核心竞争力比较少嘛。以前还可以炒一炒智驾，现在不让炒智驾了，那你不都一样了吗？都是冰箱、彩电、大沙发，拼的就是营销了。我们接着看啊，他说，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啊，他说官方今年并未重拳整治电动车市场内卷，主要考虑到电动车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政府反内卷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压行业，而是要让车企竞争时更多考虑长远，避免过分自我消耗，让未来发展更可持续。这个显然啊，这是叫既要又要。市场化竞争那必然是以一批企业倒闭啊、出清，然后就留下一些市场饱和，这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你通过什么计划手段，你让谁生产，让谁不生产的，你让谁关闭生产线，你让谁产能下降，人家都有银行贷款，人家都有一帮职工要养，都有大量的职工要交社保，对吧？都涉及到稳定，而且还涉及到各个地方政府的利益，你让谁不生产，对吧？你要不让我生产，那你把我银行利息还了吧，把我银行的贷款，对吧？你把我的职工给养了。所以说啊，什么整治内卷，这个仅仅是一句口号。你说小米啊，投了那么大的投入啊，对吧？现在在建厂有生产线，是不是？你让他不生产，怎么可能呢？傅方健认为，官方目前应加码帮助中国车企出海，开拓海外市场，避免过度深陷国内激烈的价格战。事实上，比亚迪今年上半年净利润、营收还是分别跃升14%、23%，同期海外收入也同比增长50%，达1354亿元。彭博社指出啊，这得益于对比亚迪电动车需求强劲，以及公司为摆脱国内市场不利因素影响而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对吧？先说国内市场啊，国内市场现在还有补贴啊。如果大家关心这个乘联会发布的这些数据的话，你就发现现在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基本上已经势均力敌了，就基本上啊，这个现在卖2辆车，一辆是新能源，一辆是燃油车，也就是基本上一半稳在这儿了，多也多不了多少，少也少不了多少。一旦国内这个，对吧，新能源汽车补贴一停，再加上这个电价现在是悄悄摸摸的在涨，对吧？电动汽车基本上也快到头，在国内啊，那在海外呢？那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在海外也是一言难尽啊。大家看视频啊。国内销量一路狂飙的国产电车，在欧洲港口却堆积如山。说好的国货之光呢？说好的出口量多大呢？合着就是把车运到人家港口就算是出口量了是吧？据英国金融时报爆料，大量中国电车在欧洲港口吃灰，有的甚至一放就是18个月。一边在国内鼓吹出口量多牛，结果都成了港口的滞销货。欧洲人也真是让人捉摸不透，放着省钱又环保的新能源车不选，偏要开着老掉牙的燃油车，是他们真的不懂车吗？
与其让车在那边港口生锈，倒不如运回国内，还能回点本，反正该拿的补贴也拿了，亏不了多少。是谁这么损，把这个真实销量给发出来了？我们最近听到了很多新能源品牌，我们横扫欧洲，我们超越特斯拉，我们销量多少，我们大轮船这个那个的，很多人以为在欧盟杀疯了都，结果说到了一个欧盟的新能源销量排行榜，您猜怎么着？卖的最好的连前10都进不去。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啥？除了这些欧盟的本土的这些欧洲车型以外，卖的最好的新能源车，特斯拉，还有你们想都想不到的，在国内基本上电车都没有什么存在感的现代和起亚，仅次于特斯拉啊！要不就说这个傻老外好骗的。就像现代起亚这种车企啊，我跟你说，他们就专门骗这种落后的地区，他们哪懂我们这些冰箱彩电大沙发的高科技？给个双联屏，那家乐的都不行了。排名后15的这些品牌啊，这个品牌名字不给你们展示了，你们就看看销量吧。听说有的人专门在欧洲开发布会，就是为了展示给国内看我们在欧盟卖多么好，结果参加欧洲发布会的人基本上都是华人。不是那儿参加活动也是一人1天200块钱吗？当然了，这个主要是欧洲市场是这个现状，是不是在东南亚或者在俄罗斯，这个新能源汽车待遇或者境遇啊要好得多，这也有可能啊。但是咱们过去啊也介绍了，咱们的新能源汽车或者就是咱们的车企在俄罗斯基本上也是到顶了，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啊，也不是说你要仇视俄罗斯啊，就是说那从俄罗斯人角度来说，他肯定不愿意从你们国家进口汽车啊，他当然希望对吧？你来投资，你在这建厂对吧？然后在俄罗斯生产汽车，完了俄罗斯人还入股，对吧？因为人家也要发展自己的汽车产业嘛。如果纯粹就从你这儿进口，那他那个汽车产业永远起不来，而且，对吧？就是现有的这个汽车产业也都全部要关门，他没法跟你竞争啊。所以说，即便你跟俄罗斯关系再好，对吧？你这汽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毫无阻力的就进俄罗斯了。现在基本上已经到头了啊，马上恐怕还要下降。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欧盟还是哪个国家，他都要保护自己的这个汽车产业啊。这意味着这个咱们的车企出海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那呢，在国内难道真的是像那些车企宣传的那么好吗？咱们很多新能源汽车行业啊，车企啊，最擅长的就是营销，对吧？把新能源汽车吹出一个花出来。还是这个凤凰网财经报道的啊，他说啊，为哄领导开心，某车企广告公司提前策划小订过万。凤凰网财经转发这个文章啊，实际上是编牛市啊，8月31号。报道的说，8月30日晚，汽车博主吴佩在微博发文爆料出汽车行业存在小订过万的数据造假现象。吴佩称，有广告公司在新车发布会前几个月就开始策划小订过万数据，一是让消费者觉得是爆款，二是哄领导开心。该博主表示啊，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隔不了几个月就交付了，最后谁没穿内裤，还不是暴露了？几个月后进入平销期，都藏不住的。明知道狼来了，只能用3次，为什么还要用？什么叫小订呢？小订就是预付款啊，一般在购车时，消费者向经销商支付一定数额的钱款，作为购车诚意金用户。小订金额较小，一般在几千元人民币左右，消费者可以随时反悔申请退款。大订又称购车款、锁单、正式订单，是在小订基础上支付更大一笔款项。消费者确认购买意向后，与车企签订正式购车合同，启动车辆生产和准备流程。通常消费者需要支付一笔金额较高、通常不可退的定金。根据国家法规，有时可能存在极特殊情况可退，但流程复杂，并最终锁定车辆的所有配置细节。什么东西？就是型号、电池包、颜色、轮毂、内饰等。之后车企开始为这个具体的订单采购物料，安排生产线。因此大订数据才是车企销量的试金石。车企发布的战报中，数量是小订还是大订，这背后含义天差地别。这也就是这个汽车业内人士，一个叫吴佩的揭短了，对吧？这些汽车行业在新车发布的时候，早就开始策划小订过万，这就是公开的弄虚作假。现在不要说小订了，小订几千块钱还能退，所以小订那个数据造假。现在就连大订数据一样造假，要不然大订数据一出，怎么后来交车的时候，对吧？这些什么二手这个叫什么二手平台，对吧？就出现了这个车的转让呢，人不要了，实际上都是一种炒作。很多这个车贩子、汽车经销商，包括汽车厂家，他们合谋炒作这个车型，把这热度炒上来，总有人上当，对吧？有很多年轻人呢，头脑一热，这叫饥饿营销嘛。
然后这些经销商，对吧，在二手平台或者在什么开始转让他的这个订单。如果这个车紧俏的话，受到热捧，那么他还加价。如果这个车反应平平，大家都觉得上当了，都无所谓，那么他恐怕就原价卖，甚至他还降价。这是业内公开秘密，就这么造假。不过这个野村证券他还是看好比亚迪，他认为比亚迪业绩在第二季度那叫见底，未来比亚迪会技术升级加海外扩张蓄势，2026年将迎来盈利拐点。野村证券说他说尽管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导致公司短期盈利承压，但其在技术升级上的持续投入和海外市场迅猛扩张，正为2026年可能到来的盈利拐点蓄积动能。问题是国内玩得转的这一套，在国外能玩得转吗？但是另外一家海外机构叫摩根士丹利说他看不懂比亚迪的财报。摩根士丹利的研究人员对着比亚迪的财报叫百思不得其解，发出了疑问了。摩根士丹利在其最新发布的研报中表示，比亚迪二季度毛利率创下自2022年第二季度以来新低，利润率收缩直接导致单车盈利能力受损，其二季度单车利润已降至4800元，就是比亚迪卖一辆汽车就赚4800。你这么想想，你说苹果卖一部手机赚多少？汽车的多大一个家伙，多占地方，对吧？物流运输等等都费钱了。苹果对吧？手机那么小，一飞机能拉多少？所以你要这么一比的话对吧？比亚迪卖辆车才赚4800。关键是什么呢？摩根士丹利说他说这份业绩中最令人困惑的是，就是他看不懂。怎么看不懂呢？他说这个强劲的海外销售增长，就是比亚迪在海外那个销量是叫强劲增长，有利的汇率因素，尤其是在欧洲市场，就是这个欧元不是在升值吗？对吧？欧元对人民币升值的话，就是有利于出口以及持续扩大的生产规模，这些本应提振利润的积极因素，对吧？就是这些本来是让比亚迪的利润是要增长，但似乎并未在财报中得到体现。这一反差让大摩分析师感到意外，百思不得其解，看不懂。咱以前也说过这中国的上市公司财报你要能看懂，那不太容易很多人看那个外卖平台大战呢，对吧？外卖大战，然后得出结论说阿里赢麻了，美团输麻了，京东不赢不输。实际上这都是一种宣传也就是你看不懂他们三家的财报，对吧？这玩意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看得懂，不仅专业人士，而且还得了解这三家的业务结构、业务线，对吧？作为国际知名的投资机构摩根士丹利看不懂比亚迪的财报，对吧？那你看不懂这个阿里的财报，那太正常，不丢人这个摩根士丹利还说比亚迪股份日前公布大众车型折扣，撇除国家补贴的总折扣达1.2万至4万元人民币，将由集团及分销商承担。该行指出，一部分折扣已于4月落实，而本次官方正式公布，反映市场情况严峻，集团仍有3个月以上的库存。摩根士丹利分析说，市场将关注比亚迪大众车型的潜在销售恢复、折扣对于单位利润的影响、海外销售的可持续性以及同行的反应。总之针对比亚迪交出的这份答卷、这份成绩单，对吧？野村、摩根士丹利还有摩根大通他们看法都不太一样，有是正面评价的，给予增持评级，但也有怀疑的，都是国际知名投行。最主要的他这份报表告诉了大家，至少现在比亚迪是出现拐点了，无论是销量还是汽车生产，还是这个利润，还是营业额，是吧？都出现拐点，这个就是不祥之兆。作为头部车企显然承受的压力会更大。现在比亚迪的造车之路如逆水行舟它不进则退。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顺利不要搞个大窟窿出来，然后大头买单，实在是买不起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